di keris kita tu kapah namita minanam. Ira kunis kinga anini na mehchan tena chungkau chi na chiraha. Minanam tu kita chira minanam tu kita tu no amis palitan tu no holam. Nanam kita tu no amis palitan tu no holam. 我找一些那个考古题来练习找一些考古题来练习的那个高级认证的那个练习题。还多。当他们打麻抓，还有闽南或者kita 没学做呢，以前写作文。也可以先写作文，我们先写短篇的作文，但是你中文跟母语一起写，中文跟母语一起写，我们就慢慢写，从很短的内容开始，不要急那慢慢会打开你的思路。Karya satu kumi pilihan atau sudah ada 写作好。ini tuh kita hau mata alif tuh kamu tuh 十七位的好，你dekat kita ay ngayay nangatuan ta ni tayalan ta ni ada tayaan. 好，我nangatuan tayo na sila na yaw no to sa alipay o把那个。看书写能不能把它放一下那个？好，我们现在上次是第4小段都给大家第4小段，我们已经到第4小段的第4小段我们已经到了第4小段。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很会制作套索锦。套陷阱嘛，把那给它拿接了底喽套索陷底喽爸爸说我们有说的方法刷撒奇妈妈努马古刷撒奇妈妈努马古，然后开始两个那个逗点然后就说什么呢？这是专门用来捕捉。专门用来这个用来是怎么是专门来用来捕捉刺鸡的，刺鸡还有ayam还有米达，简单的说就是鸟类了就好了专门来抓鸟类的这种套索陷阱，专门抓鸟类的一种套索的陷阱套索的底落都叫底落，简单的底落。那你呢？制造这个 ayam 和糯米大号这样差不多那制作misalnya 很会制作，麻烦那misalnya 刷定量号套索直接讲说就好了。底落刚刚讲过，爸爸说刷十几妈，然后两个逗点就开始说。这是一小句，后面还有刚刚专门用来usagi 什么什么usagi 专门用来抓这个鸟的 usagi ayam usagi ayam tilu usagi ayam tilu 这个答案就是这样说这样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毕，只有到这里，我们还有下一句，我们先讲这一小段就好了。好，那要从哪里开始？那从这个很会谁很会我的老爸，我的老爸很会做什么呢？制作这个套索的陷阱，这个语序是这样很会谁很会我的老爸来制作这个陷阱，然后爸爸说刷手机妈妈两个冒号，他就开始
这个是专门用来抓鸟的，这样。这个是专门用来抓鸟的，专门我们叫做 saki。好，我大概该讲的都差不多了哈。你按照刚刚我所讲的提示，你写写看，这句话怎么样把它分成阿美语？什么呢？阿米法利啊，你萨鲁邦扎啊，也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我说的啊，按照你说起来很顺，就可以了。试试看哈，等他们回答哈，来。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到那个那个通讯栏那边，他们说那边比较好翻。应该不用写中文吧，就直接写主语就好了。对啊，写要主语贴过去吗？因为我们中文，中文不是 PPT 看得到吧？看得到了，可是有人要不然你还要再传给我档案一次，我那个上次的档案没有了。对啊，我现在没有档案。没有档案了。好，我先问大家，有看不清楚的要不要再看现场？如果有看不清楚的，再应该看得清楚吧？好。好，那个语序我刚刚说过了哈，很会我的爸爸制作陷阱。爸爸说这是这个专门来抓什么的，这样。爸爸说的还没有说完哦，还有下一句。对，还不能说撒安，还不能讲撒安。爸爸说这个是专门来抓鸟类的，这样就好。好，我们就一小段会比较快一点哈。来，已经有人学好了呢，很厉害哦。哇，第一个是彭米粒写好了。写错了，底路我写少了 L。少了 L。对。Mafana cimama aku misalnya tu tilu soal sa cimama utada sapi teker tu ayam kunian。哦，什么丹那萨？达拉，特别是不是要讲达拉？达拉萨比，特别是专门来抓的达拉，不是丹那。哦，达拉萨比这样。达拉萨比是特别是用来，它特别是用来，达拉抓着的。老师，达拉怎么拼啊？啊？达拉怎么写？那个呢改为 D 呀。哦。达拉。我们如果你用 sapi teker 的话呢，我们用 r sapi teker， 不是 sapi teker。sapi teker 都这样。ayam 的 a 前面要加咽喉音，好，咽喉音叫 ayam unian， 好。美惠老师也写完了。首先跟我们说，美惠老师amigo， 给人家听。Tanaman ho ako how. Tanaman. Minanamay ka kuyo. Usisi tui ka iti. Mafana ci mama aku misanga to talakal. Sarsa ci mama. Usapi talakal to tikukay kunian. Ito. Tamato. Tamato. Alay sisi. 老师，请问一下，古尼案那个勾跟尼案要分开吗？还是就一起吗？要连起来。好，因为如果勾是那个呢，如果你单独就变成这个是组织标点的呢。
米粒，你那个麻烦那的后面还要加那个咽喉音哦。要加一个点。我们写的时候，我们为了文章长一点，内容丰富一点，我们也可以多加一些说明，也可以多加一些文字，让你那个文章写作文的时候，文章会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丰富。所以你要翻这个中文，你可以加你的意见在里面，你可以加你的意见在里面，你的想法在里面。以后星系怎么把拉哈呼啦那么古？你说多一点是怎么增加？你可以加一点点东西啊，你可以在形容词上面可以多加一点。哦，好。你可以。所以我们有时候写文章，让那个文章越来越长，然后内容越丰富，会更好。等一下我们会碰到一些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说。很会制作，你说达达麻烦那，这样也可以。达达麻烦那，亲妈妈努马哥，达达麻烦那，不会只有麻烦那而已。我很会啊，他说很会啊，那很会就是非常会啊。所以我们说达达麻烦那阿米桑啊，姑妈妈努马哥，亲妈妈努马哥，都sapi。sapi tilu tu tu pen， 这样。你可以说爸爸说我说你妈妈努马姑，也可以加你自己我说是你妈说是亲妈妈努马姑。这越口语化没关系，越口语就会很顺。还没力修改咯。Tata mafana cimama aku bisa ngak 加一点哈，bisa ngak tuh tilu suasa cimama tata sapi teker tuh ayam kunian， 只剩下一个bisa ngak 后面加一个点，加一个咽喉音。好的，谢谢。还有其他的同学，那们好，其他的同学，我们尽量试试看，尽量试着去练习写，慢慢写啦。等一下你写完了，随时可以放在我们的信息栏里面，下次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文章了，你的文章就会越来越顺。那现在我们尽量口语化，你的内容就会长一点。吴老师，Marikai, ini tu kisah. No, ni unting ay kung mas matira nanang hano gratulas matira pangihaan kun mako. Mga ito. Kuchi sa kako. Bansat to. Ay. Iso ko ay ari. Ari. Ay. Mabana ni. Soal pangihaan ako numiso. 你要演讲一下。谢谢aray. Aray, 直接翻译哦。Amisanga tutilo. Suasa cimama. Sapi teker to dikulat. Saan? Akhirnya. Sapi teker to dikulat kuni. Kuni. Saan? Kuni. Kau bisa acau karena soal nira. Nira record. Sapi teker to dikulat kuni. dikulat sakini. 我也不知道。好，事情好，这聆听您的好，聆听。来，首先komite litan numiso。好。Tada mafana kumama numako misanga tutilo suar saji mama numako
o sakit ayam adilo ginian。我刚刚说这几妈妈那么够加2点加2个度，加sakit ayam adilo ginian。好，谢谢。后面还有人写，你没有看到？你们是谁？前面忘记哈，来书写你们的在上面，你们很厉害，已经写到这边了，我就跳过去了。书写来马美惠的下面，对不对？对对对。7点18分那里，对不对？好，7点18分，书写来念一下你的内容。Dasama fanati mama aku, misanga tu tilu, suasa ji mama, usapi lebetu ayam kuni。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字。哪一个？抓。sapi rebet 可以啊，抓 sapi rebet 用来抓鸡的可以吗？对啊 ，ayam 是鸟。那个雉鸡怎么讲？我不知道呢，我还要查自己要怎么说。好好。你那个起妈妈那不要用冒号。要用什么？2个逗点，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字？分号。那个叫什么号？有2个逗点，然后在我知道键盘里面呢，我们键盘有2个逗点呢。那个咽喉音的上面那个点有是吗？ 2个，对，2点，我们这键盘有。好，我改一下。好。好，接下来我旁看忘记了哈，明丽修改的好了哈，来书选的好了，来7点20分，7点20分，gimana cara嗨，你来念一下7点20分这篇文章。好的。Teman bisa usinangan susah。英文鼓励。这个阿 Miss， 嗨，我不会改，我不会改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弄，就只好一直用着它。嗨 ，Carrie 鼓励。Sana mana？ Hai, Bafana si mama aku bisa nggak tuh salakan? Suasa si mama sapi salakan tuh ayam kunini。好，刚刚我讲过的这个哈，刷下去妈妈，那后面那个不要用这种分节号哈。嗨。分号要用2个点点在键盘上有。好。嗨，谢谢。很厉害了呢，越来越顺了。我们以后高级认证的人会很多人通过哦。好，我们的处长来给说多嘞。7点23，你有2篇哦。这个我后面那个是修改了。那用后面7点23分这个。后来又发现，我先念。我妈妈那爱起妈妈努马过misalnya to sapi tekel。soal sapi mama。sapi tekel to dikukai kunini tekel saan。那个底固钙应该是足鸡，如果是雉鸡哈，我下面有写 duluk。duluk 看过雉鸡啊？雉鸡叫 duluk。对。雉鸡叫 duluk。对。好的。有那个duluk 看过雉鸡。duluk。还没查字典。好，那个处长，因为教karak na suara mama， 教karak irau dari kor， 所以那个saan后面就还前面可能还有一些字，还书写修正过了，都有修正过了哈。达达巴巴那起，好，那个2个点 ，OK。sakit ayam adilo ginian， 好，雉鸡叫 dolok， 熟鸡叫 dikukai。dikulat dikukai 跟 dikulat 一样哈，熟鸡。阿巴隆哈叫 dikulat， 我们后面叫 dikukai， 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嘛。
tikukai. San, jadi tikukai. Tapi nang kira tikukai.那个大巴龙的叫 tikulat。macam mana guna perkataan biasa tikulat san。对啊，你们那一带就是 tikulat 嘛。对啊。足迹。字迹就是 dolok， dolok， 我们就多记一点它。足迹这多几个单字，还往。Kira hau-hau, aluman mi kaputai tanaman mi tilityo, nacat demi nanam kiso. Ai, kira hau-hau. 你还没写完的话呢，等一下再播上来吼。好，好，把它跟单的说那么慢念他爸爸说这个是专门用来抓这个多肉的多肉字期。好，还有嘛，爸爸又接着说在这里。爸爸又接着说呢，这样我们要仔细观察猎物的脚印仔细观察猎物的脚印，陷阱要放在猎物走的路，就是会有一个痕迹，走过了以后会留下痕迹，也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他常走，我们的陷阱要放在这里。所以你的语序呢可以这样说仔细观察是能sapinangan你能仔细观察 sapinangan nami能还有能kunarakatan 脚印 narakatan 会有脚印 sapinangan ami能仔细观察 narakatan 是脚印narakatan 是脚印 sapinangan ami能 narakatan 谁走过呢？这个猎物narakatan no 猎物叫 adupen 这样，猎物叫 adupen 这样。我们要 sapinangan numita aminang sapinangan numita aminang ko naripaan narakatan naripaan 就是脚印 no adupen 这个大概语序是这样 sapinangan aminang numita ko naripaan no 猎物adupen 这样，这个语序是大概是这样。对。然后下一句呢？陷阱要放在猎物走的路。itiraan 要放在itiraan 要放在。刚刚讲过了，这个脚印是走过的路 ，narakatan， 走过的路 narakatan， 这个谁的 narakanan， 这个猎物 narakatan 来放。你把这里放这个东西，你把这里最后这样说saan，这样说saan，仔细观察我们，我们要仔细观察，你要说仔细观察我们，脚印猎物的。要放在，要放在 itiraan 要放在走过的路，谁走过的路？猎物来放
要放巴德里，巴德里。好，最后说沙岸，那爸爸这样说，沙岸，爸爸这样说。这一季结束了吗？啊？那把它盖都这一季都结束了，完毕了，结束了。据点了。我刚刚讲说沙岸就结束，沙岸请妈妈，沙岸。我应该少一个字少一个字才会结束。应该这样才结束了。走的路上，这样才结束。陷阱要放在猎物走的路上，所以你要itiraan要放narakatan 走的路上 narakatan 要放在走的路 narakatan no 猎物放这个底路要放这个陷阱anipatri tura 那么要陷阱。bateri 什么？放这个 bateri go 什么陷阱？好。Masa parang tekono cucang ni tahu. Itu 我还要补充，还要补充还都拉长一点，精彩一点。你可以加强语气啊，你可以加强有感觉。Sabi na ngen amin neng neng，也可以加感情进去哦。我们尽量用我们的一些口语化常用的那些形容词，就是特别观察、特别仔细的观察，不然你就会忽略了一些的重要的动物留下的脚印。好，米粒，你可以发表了。彭米粒，好，你可以发表。Sapinangan amineng tu naripaan no aalupen. Itiraan patri ku tilo I naripaan no aalupen. 好，你可以最后加上沙岸，结束了。我的aalupen 写对吗？我看哪里两个前面也要加一点呐。两个都要加。是。Sapinangan amineng 这边都改为 go naripaan no。Go naripaan no aalupen， 所以你aalupen 两个前面都要加那个咽喉音。Itiraan patri 把的你少一个的，patili 像 pateli。好的。Utilo I naripaan 不是naripaan no aalupen。好，Dia nari tanaman. 好的。好，马爱这个出账念好，马
修改过的，哦，内容越长哦。好，处长，等一下我还在修，有问题，有错字又有问题了。哇，你好严谨哦，要完美。的sahabina-binangan ko ni narakatano aadupan。那个处长，你少一个 sahabina-binangan aminang-nang，sahabina-binangan aminang-nang ko ni narakatano aadupan。ta itiraan patli ko sapi teker i rarakatan no aatupan saan。Ulangan tu aminang sapi na pina ngan aminang han。还米哥马老师，来都发表一下。はい、先生がこと。来，你说。はい。sa hapinapinangan no mitako narakatan no aalupan patalian I naripaan no aalupan ko talakal。哎，答案。好，结束了，答案。答案係修正好。结束了，答案。好。好，处长已经修改第3版了。哎，来都。来都。哎，处长，当然mana ni第3版。哎好，Cakapan sa kumata. Sa hapinapinangan ko narakatan no aadopen ta itiraan patli ko sapi teker I lalakatan no aadopen saan。因为那个足迹有的是很旧的，你可以判断可能还会经过这里，你才可以放在那个lalakatan，就是他准备要走的路，一条路，一定会走会边经过。处长，我想建议你在这边再加一个字。Ne saha pina-pina ngan aminang-nang hanan。aminang-nang这个很好啊。ngan aminang-nang ko narakarakatan no aadupan加一个看。好，谢谢。米粒。好，sa pinang-pinangan aminang-nang ko naripaan no aadupan itiran patli ko tilu naripaan no aadupan saan。aadupan结束要点哦，然后才saan。好，我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的连接词 ？itiraan patli ko tilu I naripaan no aadupan saan。好，来都。好，马修正的你，马老师来，刘娜在没少先没会。廖文。你早先。ngài修正能够讲好。好。sa hapinapinangan no mitako naripa。在itu narakatan no aalupan patalian I naripaan no aalupan ko talakal saan前面要先逗点吗？加点。然后再saan。好。那句话先结束，你要加那2个逗点呢，结束喽。那2个点呢，上面saan。这是他说的话。后面因为我们前面点过，我们刚刚前面点过，现在是结束。现在是结束saan。saan。刚刚我忘了跟处长讲这是他的下半句的结束。
好，聆听营，换你喽。好，嗨。Sapinangan minang ko naripaan no aatlopan itiraan narakatan no aatlopan patali ko tilo saan。哎，标准，这2个点很好，就结束了，就他说的话结束了，然后是按，哎，好，米粒改了哈。米粒还是你要按照那个林婷小姐的后半那句话结束2点，他讲的话，他说的话的最后面再加上面2点结束了。好，处长写的越来越长了，越来越丰富了。哎，前面的句子我把它连成一句话，这是整句哈。好，对，首先的处长呢，句话他说的，来，那第一整句，我麻烦了，爱起妈妈那么过misalnya tu sapi tekel. Soal sapi mama, sapi tekel turuk 那个字迹，kunini tekel. Sa pinang ko pitapal 观察，都你narakatan no adopen. Ta itiraan pateli ko sapi tekel narakatan no adopen saan。完整的一段故事讲完了，就是这样，才是一整句。请大家指教。这样就这样很完整的一整句啊，就是整段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美会修改的是这边点pinangan no mita ko narakatan no aadupan in naripaan no aadupan ko talakal to点saan。好，大家都。讯息上面还有书选的。你的上面书选哦。好，书选来。请问一下，老师请问一下，汪处长那边写拉旦还是那拉嘎旦？因为他走过嘎旦还是那拉嘎旦？那拉嘎旦是走过的，有的是要准备要走的路，必走的路，有的时候是必走的路。好，书写你的内容念下来。Sa pinangan minangan ko nalian no alupan patilian ko tilo nalakatan no alupan saan。好，可以，很好。老师，我有问题，那个沙宾浪跟沙那个处长沙哈比那加强语气，加强沙宾浪人要仔细看呢，特别的清楚的看，就又加一些前缀。加哈是就是更强调的意思。对呀，更强调他的口气的加强语气，再加强，给他好，看有没有漏掉的哦。好像现在目前只有这几个人在写哦，其他的加油，其他的要加油练习。把刚刚处长他把整句话的内容他完整的写的完整的一篇把它变成整句话那两小段加起来变成一整句话，然后才会结束上岸。好，刚刚讲到那个米粒讲的，你那拉嘎丹就是曾经走过的路，还有乌拉拉嘎登要准备走的路，乌拉拉嘎登一定会从那边走，也有。你那拉嘎丹就是曾经走过的，乌拉拉嘎登就是要准备要走的。他看到这个地方一定会从这边过，也可以说那拉嘎登no ayam，
他判断这段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我们就拉拉嘎登。好，好，下一段，快啊，下一段哦，第五小段，为了可以赶快和大人一起去打猎，我每天练习制作陷阱。所以我们就说，为了就是想要啊，为了就是想要，想要干什么？要跟大人一起走啊，可以赶快和大人一起啊，为了想要一起跟大人啊，为了想要一起跟着大人啊，大人就是马多阿塞，想要跟着大人一起跟着大人做什么事？去打猎啊。想要赶快哪里该？想要哪里该？Ami follow mihakelong, mengalai Amerikai ami follow tumato asai ami atau 为了想要跟随着一起mihakelong tumato asai 为了想要快点。为了就是想要快一点 Mengalai atahnai mifolo tumato asai ami 打猎，Nado 大概语序大概是这样语序。为了就是我们换句话说是想要干嘛？哪里该快点？做什么呢？跟着一起makelong。Cuma hakelongan mato asai, Mima ni hakelong mato asai, 去打猎。你阿多大概这句话的语序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嗨，吴老师。嗨。Parkan lo sunu. Sai. Parkan lo sunu sakali ma. Nohon partikulon ho tanga sa idi sakasepat nohon maharatan ngata ku sapa pangiha sukun mako. Nohon anu cauka哎，你要讲第四段的那个诊断哦。Hai. Pangihan kun mako hau. Hai. 第诊断哦。Hai. No. 前面这个。在也好你哎。年。hai.年hai. Hai. Sa Pinangan sanay. Hai. Arit. Sa Pinangan ho numita misurap to narakatan no aalupan. Hai. Sa 陷阱要放在猎物走的路上。Ta patriin narakatan mo 猎物 aalupan ko 陷阱。tilo ano ko mako. Hai. Mahal ko naman. Pagkato. Narakatan no ataupun koratilo. Hai. Ya ayaw sa ni masakit soal ko ya. Sulingaan. Sulingaan ho mi surapan ako han kya mi surapan. Hapinangan ho mi surap mas mo kya soal ko ni.
Sa pinangan ho surap ano ko matama itu hakiat matama to sa pinangan ho surap 本身都先的意思，先仔细观察。就是先。sa pinangan surap ko narakatan no alopan. Ta sulingan patli ko Dulu i narakatan no alopan. alopan. 哪一朵好？哪一朵？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我都讲我听到。听到。啊？ini tu kami, ini tu. Hai. Nianto sakalimat tu 第五小句。Saka 前面要加，后面加 Saka， 为了你要达到前面那句话的内容，后面就 Saka，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样。前面要加 Saka 才会呼应前面的计划。为了可以赶快和大人一起去打猎，这边你会自然而然就会 Saka。所以呢，我每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 Saka。这个练习哦，练习每天。你先讲这个练习每天我练习每天我所以练习每天我制作misalnya是做什么呢？献琴那个，比如献琴，后面还有一小段我们先把这句先解释完，把它翻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哈。刚刚我讲说这里啊，这个为了我也可以换句话说，很想要。为了就是想要嘛，想要快点跟着大人，可以mengai，可以mengai，想要快点一起，可以跟大人一起mengai ami mapulot，或者是mihakelung 跟着去 mapulot 或是mihakelung tu matuasay mengalai narikai mengai mihakelung tu matuasay ami aduk 也都可以，那个语序这样写。Saka， 所以要加 Saka 才会呼应前面这句话。Saka， minanam kakoto rumiami at， 练习我每天制作献琴，练习我每天制作献琴。喂，米粒写好了。来，米粒首先跟秘书发表一下。Mengalai atahnai makleng mi haklong tu matu asai mi arup saka malaluk kagu min nanam mi sanga tu tilu。哇，很完整呢，加了马拉洛呢，哇，加了多了这个马拉洛，很好。我每天马拉洛个瓜米nanam， 好，马拉洛多，马拉洛，每天很努力的练习啊，你加了努力哦，
我每天努力练习制作现行啊，你加了努力这个字，อะไร对，思绪越来越丰富了。มาชี้ฟ้าหนูชิงชิกะมี妈妈安，มาปาลาละหนูชิงชิปาลาละ หาตึงหนูเนียมให้ Pancato, palalanan ho tamatat, tahnay tangasa. Malikay ni kayong 口头报告，按照个tangasa 给水路嘛。再说一遍哈，那怕那些不太会很多的词汇的人哈，如果你要写的话，那个语序你可以从这边开始。为了，换句话说，想要，你用想要比较好说，想要比较mangalai，快点，快点，可以这样。为了赶快，想要赶快可以。一起跟谁一起？大人，一起大人去做什么？去打猎。大概语序是这样啊。Mangalay, narikay mga ay amituto o sa mapulot, nahaklong to matuasay, mituto, mapulot, nahaklong to 可以 to matuasay ami adob 这样。Saka Minanam kako to ruami at 每天 minanam kako to 每天叫 ruami ami at 你加一个 to 也可以 to rumi ami at ami sangat to dilo 这样。刚刚米粒加了一个用那个很努力，每天很努力的练习，这样也可以不断，也可以加不断。Lalu kami nanam 在巴萨萨不没有休息，你在巴萨萨没有休息。都 rumi ami a 在巴萨萨都 rumi ami a ami sangat 都 dilo 也可以，在巴萨萨没有休息。刚刚有用认真加巴萨萨也可以。好，处长马尔多年好，对，Hari发表一下。Mangalay kako karamkam ko kavana. Mamito oro to matoasay mi ado. Saka malalo kako minanam. Ami sanga to sapi teker to rumi amiat. 好，这都到位了，而且是这么好，很好，也有这么好哦。越来越丰富过 sapi 形容词那么有，形容词越来越丰富了。我们不要看中文这么一点点，我们可以加我们自己的想法，好，我们可以加我们的其他的补充的想法。形容词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丰富。我有些我没有想到了，你们都想到了。Narikai, kalamkam, tahnai 都是快点都是快点的意思。好，林听颖老师。Hai. Sino kumiso? Mangalay narikay mihaklong to matuasay miaslok. Saka minanam kako to rumi ami misanga to tilo. Sa ay pahanhan kako. 你看又都在爱巴憨憨都没有休息，越来越丰富的形容词又特别的强调，他是特别的认真，在爱巴憨憨，在爱巴憨憨个故，好，爱起码都。
所以中文这么一点点，我们可以写很多。老师这边在爱巴汉汉，是不是可以讲说不断的练习，不要讲说没有休息？也可以啊，也可以不断的练习，也可以啊，都没有休息也可以啊，就是它的形容词而已。好，缩写，缩写来，你念念看你的内容，少些恩。Mangalay kaku kaliki mituur tu matuasay. Miasu. Saka mitanam kaku tu pisanga tu tilu tu rumyamias. 好，很好，简单扼要，可是都到位了，都可以了。好，都该表达都有了。Mangalay kaku kaliki 快哈，叫kaliki 吗？mituur 跟随着都 matuasay miatu saka mitanam kaku mitanam kaku tu pisanga tu tilu tu rumyamias。好，可以了，书写这样就通了。这样通了。好，bahan kita 号还没写完呢，继续写，等一下就放下去。我们等一下等一下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你今天刚刚所写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暂时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就继续今天所写的这小段，这第5小段的开始。好，bahan kita 号，bahan yan na nangatuan tadi patuto at mitan hani ami tanangato aca ami nang tunis ni tilisan no namo hao。好，sasao kita。短文我们今天要给它结束，大概还有3段，还有3小句。好。写完了就可以放在通讯信息栏这边咯。现在只有4篇哦，只有4篇。Mangalay，从明天开始，Mangalay 4个人写了。好，还有吗？可以放上来了。好，马美惠老师，你的写好了吗？好，我们接下去把这句完整哦，这句话还有个下半句，就是这样结束了。来，这句话怎么样形容会丰富一点的内容？很快的，刚刚不是说很认真都不休息，或是很努力的练习制作笔录。那接下来呢？他真的很快的，很快了。很快的，我的陷阱就真的可以抓到猎物了。很快的，我的陷阱就真的可以抓到猎物了。很快的，我的陷阱就可以抓到猎物了。刚刚说很快就哪里该哦，我就很快了，哪里该我很快了我，那个哪里该多卡古。
可以抓到巴嘎阿拉多，可以抓到巴嘎阿拉多。巴嘎拉什么东西呢？就是猎物阿杜奔。巴嘎拉多阿杜奔。但是这么简单，可是前面还有很多话，真的可以抓到猎物。真的呢？马拉基或怎么样？马拉基真的马拉基。Mga aito, pagka leper, pagka tilu, tutu, atupen， 很快的，我的陷阱，我是做的陷阱。我misang anak ko atilo, malahci, malahci mga aito pagkaala to atupen。也可以的，这个哈拉宾很快的，也是没有多久，也可以说没有多久。这个哈拉宾没有多久，这个哈拉宾也可以，或者是卡利宾也可以，很快也可以。换句话说，没有多久，很快的，也可以说换句话说没有多久，就可以。真的就可以真的可以抓到猎物了。我们上个安那锅，我制作的，没有多久，我制作的陷阱就真的可以在很短，真的可以抓到猎物了，真正的猎物了。好，就这么简单的写一写就好了。那这句话就是他的努力的结果，结论在这里。他努力的结果就在这句话。在ka halapin malahci misalnya anakku tilu mga aito pagkaala to atupen。也可以说 narikai 也是很快。narikai malahci narikai tu narikai 也可以，没有多久也可以，在卡拉宾。好，还是同米粒完工了。Tahnai malahci pagkaala o aalupan kumi patiluan numaku。好，这个pagkaala tu。tahnai malahci 很快就有真正的pagkaala tu，拿到什么呢？pagkaala后面的阿拉要不用点吧？巴嘎阿拉杜，这个 o 改为杜啊，抓到什么呢？那个受格啊，巴嘎阿拉杜阿杜奔，为什么要古密呢？巴迪鲁安古尼哦，你打错吧？古尼。你放的陷阱，古尼巴蒂鲁安努马古，你所放的
把那个改为你，古你，好，把个阿拉那个后面的咽喉音不要了，不用咽喉音。好，出章也完成功了，阿里发表一下，kunumi sumitilitan。Hai,出章，mating ito。哎， siapa kanan Soalin soalina ya cai kahalabin tan sursa pakaara tu aadopen ko teker numako 哎， ngai to 来多，已经达到了，哎，索里奈真的啦，一定啦，索里奈阿扎，真的呢，索里奈阿扎，一定是啦，真正一定是啦。下一个哈拉菲没有多久，当说就是马上，哎，你又多了马上哦。下一个哈拉菲没有多久，马上。哎，这样傻，这样啊，把个阿拉抓到了，都笨，抓到猎物了。什么东西呢？go 的个那么 go， 我这个陷阱，哎，当个啥都不难你地理战说，哎，命令修改了，打奈马拉西，把个阿拉都笨kuni。Tiluan numaku apa itu 我所放的陷阱，哎，好，聆听营也完成了，聆听营老师来首先给我们第一站，我们说，係soalinay sa ay ka halafin malahci atza pagkaala to aaslupan ko tilo numako。好，可以，没多久我所做的陷阱都真正的抓到猎物了，真正的抓到猎物。马美惠，你还没有出现呢。马美惠老师，你还没有出现你的内容。哪里盖很快也可以哪里盖阿扎马拉西，哪里盖阿扎马拉西，maka ala ko misalnya anak ko tilu tu adupen, narik kai aca malah si maka ala ko misalnya anak ko tilu malah ci pakala to adupen ko misalnya anak ko tilu。马里盖，你回到家了没？好，你可以用口头报告。很快的，我的陷阱就真的可以抓到猎物了。可以说narikai aca。malah ci pakaala tu aatupen ko misangaan ako tilo。书写还没有写出来哦。好，tahnai narikai 都可以，没有多久，再个哈拉宾也可以。真的马拉西，真正的马拉西阿扎，抓到了猎物，巴嘎拉都阿杜本。可以 mengai pakala tu atupen 什么东西呢？我做的现行 misangaan aku tilo。好，书写完工了，来念一下来。Solinay kalamkam pagkalepot tu lupan ko tilo ako。
好，可以。简单扼要。索林奈真的 ，Kalam Kam 很快巴格勒贝抓到，抓什么呢？都奔猎物，过迪罗努马过我的陷阱，很好。索林奈，Kalam Kam 也是快。好，我们继续哈。这一句后面还有一小段是爸爸的对他的结论。来，爸爸对他怎么说呢？爸爸对他怎么说？在这里，爸爸看到后对我说，记得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是很厉害的猎人。这样，爸爸看到后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是很厉害的猎人。先讲说看到，巴嘎阿绕，巴嘎阿绕，看到，巴嘎阿绕，起妈妈了，看到，爸爸看到后，巴嘎阿绕起妈妈先讲看到，然后爸爸，巴嘎阿绕起妈妈。他跟爸爸看到我什么呢？我的手，我的表现呐。爸爸看到我的什么？爸爸看到我的什么？Pag-aaral si mama to tulalok numaku 也可以。我的认真，爸爸看到我做事的态度也可以。爸爸看到我做事的态度，我学习的态度，然后才对我说啥？他就说说啥？就说后面这句话。他说：“我以后一定会是很厉害的猎人。”这个是他爸爸说的，但是这个我不能用我咯，因为爸爸的语气说：“非常有能力的人，乌达基丹能爱基说，很有能力的人哦，很厉害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也可以。我们很厉害，就表示非常有能力sa ci taneng ay o ci taneng ay atam daw kiso o ci taneng ay ami adop atam daw kiso 这样说撒安说撒他就说了，你是一个最厉害的猎人你先讲很厉害的sa ci taneng ay基数，我说其他能爱基数，你是非常厉害的，这样。有在其他能爱基数，那个我不能用我，因为是人称的关系，他说的话，那爸爸对他说的话，应该是你是个最厉害的猎人，我说其他能爱阿米阿杜拜阿当到基数，一定会是。一定会是要表现出来，说啥一个好意，将来一个好意，我说kita能mi adupay atam daw kisu，一定会是ano ayaw好意。也可以说以后，an ayaw好意，以后呢，an ayaw好意，在kita能爱may adop atam daw kiso saan，这是大爸爸对他的评语。
Pagka-araw si mama tu 我的态度也可以啊，我binangan rumahku，还是我 pagka-araw si mama tulak rumahku 也可以，我的勤劳的态度。爸爸看到我什么表现 pagka-araw si mama tu lalok rumahku，或是 tu bilangan rumahku， tu tayan rumahku， 就说啥，他就说了。Ano ayaw, iho na, ano ayaw. Tada manay at cita nangay kiso, tada cita nangay ami ato pa'y kiso at saan? 这样。很厉害哦，tada sa cita nangay. Ano ayaw, iho ano ayaw, iho Ano ayaw o sa cita ng ay ami ato pa'y atam daw kiso at saan? O sa cita ng ay at也可以，o sa cita ng ay at ami ato pa'y kiso saan? Kiso 那个我改为 kiso。好，我们快点哦。好，米粒，米粒来，可以了。Pagka-araw si mama Suarsa talamanay mi alupay kiso at saan? Ay, pagka-araw, naga-a 加一点哦 pagka-a 这样 pagka-araw 加咽喉音 pagka-araw si mama Suarsa。那个 raw 应该是 a 不是 l， 对不对？要 a 没有 l， 不是 l， pagka-araw 好。刚刚还有别的需要修改的，说沙对了2个点，沙安那个沙安不在沙安不用点，应该放在阿扎那里哦，那2个点要放在阿扎，然后再沙安，好，处长也完工了，阿里少西恩，过你第3有没说？嗨。Pagka-araw si mama to pitakar no makui. Soar sa itakuanan. Utala cita ngay. Umarmentay ami atopay kiso. Saan? Ay, toy, 看 umarmentay. umarmentay cita ngay. 好，我再分享一下，他写的很好的。Pagka-araw si mama to pitakar no makui 的时候，当爸爸看到我做陷阱的时候，说sa itakuanan， 他对我说，takuanan 就是被爸爸对我说，我是受格嘛，爸爸对我说，说sa itakuanan 就对我说。Utata cita ng ay malamatay may atupay kiso saan 哦，真的，你就是一个非常很有智慧能力，还有猛虎的一个猎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智慧、还会猛虎的一个猎人，这样saan这样说，好。多了一个猛虎的哈，多了一个猛虎。好，林听颖，来，林听老师。好， pagka-araw si mama to semak no mako. Pasuar itakuanan, suarsa. O tada mafana ay mi alop atam sao kiso saan? 好，可以到位了，已经到位了，还，很完整啊，你的好。苏显还没有上来哈，好，在等你啊。因为那个米购都没有再写了，马里盖不知道到家了没？没有写的那些学员哈，看那个学习一下，观摩一下别人写的哈，观摩学习
别人怎么写。我们下次啊，下个礼拜我们就找一个啊那个考古题来练习这个翻译，短文翻译。如果这些你都很容易写的话，那个文章那个翻译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参加高级认证，应该这个翻译的部分就没有问题了。那翻译有2种，应该是像现在我们说的中文翻成母语，还有一个是母语翻成中文。年轻人应该翻中文应该比较容易啊，你们的中文底子比较好。好，书写写出来了。我们先看米粒的修改的部分。Pag-aaral si mama to miatupan numako I suasa. Tada maanay miatupai kiso. 那个阿扎不在阿扎的后面呢，那个点在阿扎的后面。miatupai kiso 阿扎。saan 这样 miatupai aca 在后面那个说话那2点放在后面。好的，谢谢。好，苏璇也写完了，来看看苏璇，你发表一下你翻译的结果。Pag-aaral si mama suasa I taguanan.在家在有达拉吉达能爱米阿鲁拜结束，saan。很好，好，这个都到位了，没有什么语病，都表达出这个中文的意思。Pag-aaral si mama suasa I taguanan. 在家在达吉达能爱米阿鲁拜结束，saan，这样很好。好，米粒班奈修正过来帮你念。Pag-aaral si mama to miatupan numako I suasa. Tatamanay miatupay kiso aca saan. 好，tama to. Alright. 好，我们就下一题咯。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小句咯，就要结束了。还有第6小句，第6段有三小句。我们先看这里这个。好，现在它的中文意思说，那个作者说：“现在我长大了，要怎么写？我背起我的弓和箭矢，跟着爸爸一起去打猎。要怎么办呢？要从哪里开始呢？”现在你念啊，我长大了，现在我长大了，我们的表达的方式意思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呢长大了我，anini matuatukaku 就是我们的说法，anini matuatukaku imatini 也可以，anini matini 都可以，这个现在。长大了嘛，多阿斯多，谁嘛多阿斯我嘎咕，这是我们的语法哦。尼马蒂尼马多阿斯多嘎咕，马多阿斯多，这个了在这边，了就是度，长大了马多阿斯多嘎咕。我背起我的弓和箭矢，我背起我的弓和箭矢，我背书包guyut mikuyut satu kaku mikuyut satu kaku 背起我 mikuyut satu kaku 背我的什么东西？我的弓和箭，弓叫板纳，箭矢我们都现在叫 edot， 弓和箭矢，箭矢我们都叫尖尖的东西叫 edot。背我的弓和那个 edot， 跟着爸爸一起去打猎，跟着爸爸一起去打猎。
根有很多种哦，米哈格隆啊，也可以嘛，马哈格隆、米哈格隆、米哈格隆。米哈格隆跟着谁啊？米哈格隆吉妈妈安，米哈格隆吉妈妈安做什么呢？马佛罗斯卡米米哈格隆，马佛罗斯跟着就是米哈格隆，跟着米哈格隆吉妈妈安做什么？马佛罗斯。阿米阿多马佛罗阿米阿多，大概意思很简单，就这样。马蒂尼或是现在阿尼尼，长大了我这个乐的多马多阿斯多阿哥，米古尤就是杯，米古尤嘎古多。我背什么呢？Mikuyot kakutu, pana atau edot numaku. 这样 Mikuyot kakutu, pana atau edot numaku. 跟着叫 Mihaklong tu mama aku mafolos, Mihaklong tu mama aku amafolos ami adop。这样差不多，这后面都比较简单。米哈格隆跟着马佛罗一起，米哈格隆阿马佛罗的妈妈阿哥，米哈格隆阿马佛罗的妈妈阿哥阿米阿多，这是很普通的一个说话语气。跟着米哈格隆一起马佛罗阿多妈妈去阿米阿多。好，出现第一个王宫咯。哎，出现来。はい。Matuas tu kaku imatini. Kulusan aku ku futur atau pana mituur ci mamaan mihasu。好，没有，就是没有什么语病了，就对了。Matuas tu kaku，我长大了。imatini 现在。我有真，我背起我的辅助是剑师吗？辅助atau panak kong amituo 跟着爸爸去打猎。好，这个语序没有什么问题，语序都完整了。好。Matoa tu kaku imatini. Puyutan ako ko futur atau pana amituor simamaan ami atuk. 好，好，聆听也完了，完工了，来。好，Matuas tu kaku imatini. Kuyusan ako ko pana atau esot numako. Mahakelong atau mama mafolos miaso。好，这样可以吗？安全过关。Mahakelong 就是跟着一起去，老师，你们的 esot 是什么？是剑还是弓？弓。尖的东西啊。剑哦。那不是剑师。其实我们如果是弓箭，我们是一口气叫弓箭，叫班纳包好它的那个。一个草是那个毛了。毛啊，长毛。毛，对。那我那个辅助是弓啊，因为我那个茶是弓是辅助。辅助是弓，那班纳呢？剑。弓箭吗？剑。弓箭我们很少听到这个，我们都叫班纳，就是全部都叫班纳。所以esot是毛，对啊，就是那种尖的那个。对啊，可以像标枪一样的。好。是剑的，毛剑。
小字典的见。老师，那我问那个法发是背什么？也是可以用跟古幼是一样的意思吗？对呀、古幼是背东西，古幼是背。法发那个不行，法发是背小孩子。小孩。背小孩。对，你法发杜娃娃。哦啊，古幼是背跟那个背小孩不能一起用。这个是背你的那个弓箭，这个背跟背小孩的背不一样。所以法发一定是背小孩，背人，对，它这个背是背东西叫古幼啊，像背书包啊，背书包用这个背，古幼都把杜达蛋的古幼蛋，那个背小孩是米法发是背人，米法发是背人，或是骑在牛背上也叫米法发多咕隆。背包也是用这个背叫米古尤。好，米粒写好了，来，好，米粒你来念一下。Tukaku imatini kuyuten aku pana atau edot no mako. Mihaklong tu mama aku miarup。可以，这边。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米古尤这边等一下哈，米古尤多卡古，米古尤多卡古多，我正在背起我的扎比班纳。我的射箭的工具萨比班纳。哎，那个这边我写米哈格隆还是马哈格隆？米哈格隆。因为庭云那边写马哈格隆。也是马哈格隆，就是一起。马哈格隆就是米哈格隆跟马哈格隆就是那个什么？马哈格隆是。米哈格隆是正在跟着爸爸去啊，马哈格隆，马哈格隆也是对了，米哈格隆也是对，可是那个情境不同，米哈格隆是跟着爸爸，马哈格隆是被爸爸带着，被爸爸带着，咪就是自己嘛，自己跟着嘛。妈是被爸爸带着去。哦，对了，被动跟主动。哎，处长你写完了，阿弟。好，黄处长。小心这个都没说。Mataas to kako imatini. Mikoyo to kako to sapi pana. Amituur si mamaan mi adopt。可以了。我读了2问，我读了2问。Aray, sinsi. Matuat to kako imatini. Mikuyo to kako to sapi pana amituur si mamaan mi adopt。我说了，说1。Doon tayo mga oito ko tatuki tayo. Arkan tanya na kungko. 这2句我们一起来翻译好，还有1句，还有半句这边一起翻吼。后面那1句要一起来，这个再一整句咯。本来是我们回村时将猎物猎到分享，然后老爸说我们要感谢主灵赐福，让我们
有很多的猎物收获。来tanaman tanis ni farid kinanaswal haw. Tanga sa cara niaro haw palataan ng palataan no niyam kus kusalikaka to tama na di ua so di ta u cho tama niam ni atupan at tama no niam so sa kumama numako aray numita o ni palumansay tatuasan sulin tatuasan aray numita ko ni palumansay tatuasan numita ta ikur how ati hai maratit irako tama numita ami adop差不多这样。哎，咱们parken na文章嘛结束都，这个短文就结束了。Minukay itu kami tengah sa iniaro 分享就巴拉达安东尼安巴巴蒂斯，也有巴拉达也巴巴蒂斯号。有人说巴巴蒂斯，有人说巴拉达，就是分享。我们回到我们的部落，我们把我们所猎到的猎物分享给族人，给萨利嘎嘎族人就萨利嘎嘎。当时kami iniaro 我们到了部落，巴巴蒂森诺尼安或者巴拉达安诺尼安，古大马有猎物，大马诺尼安阿米阿多，就是我们打猎的时候所猎到的猎物，大马诺尼安阿米阿多都萨利嘎嘎我们的族人，刷萨古妈妈。Aray numita ku palamatay tatuasa numita 竹林就是tatuasa numita 大浪就是大 ikur hau大的海 amararit 长长才会很多而且长长大的海 amararit jitama kita mi'atop 我们才会常常猎到很多的猎物，这样。大阿蒂海马拉提吉达马吉达米阿多，大马拉提长长，大马拉提阿蒂海古达马努米达米阿多，达马就是猎物，就是收获，猎物收获，大马拉提经常。阿蒂海很多，古大马猎物，努米达我们去打猎，去阿米阿多，大概就这样结束。哎，等他们努米达米拉奇，今天呢，短篇文章我把它干的结论。我们回到部落，我们回到村里然后sa kami iniaro 分享巴拉达恩，还是巴巴蒂森尼亚，ko tamak niam ami adop,巴巴蒂森尼亚ko salikaka， to tamak niam ami adop， 大概第一句是这样，差不多。好。聆听营完工了，怎么？还没有写完，不小心碰触这下面一句还没有写好。哦，还有下半段我们写完。对。好，不小心点到了。好。
刚刚萨嘎米尼亚罗，我们到了部落以后，我们就分享叫巴拉达，分享叫巴巴蒂斯。巴巴蒂斯努尼亚古萨利嘎嘎族人都分享什么呢？都达玛尼亚啊米阿多，我们狩猎的猎物，所猎到的猎物。达玛尼亚啊米阿多，刷萨古刷萨吉妈妈。爸爸说：“说是亲妈妈，我们要感谢米阿莱吉达，都赐福巴勒莫哉，谁巴勒莫哉啊？达多阿山，我们的祖灵祖先努米达啊，米阿莱吉达，我们要感谢赐福的巴勒莫哉啊，达多阿山努米达。”才能够让的意思，才能够也就让大，经常会有很多，经常叫马拉利啊，经常就很多大马拉利啊阿迪海过大马猎物努米达啊米阿多，我们才会经常会猎到，打猎的时候会猎到很多的猎物。玛丽盖，你到家了没有？结论你要说一说哦。玛丽盖，你到家了，这篇文章的最后的结论你要说一说哦。Isu mapanaay, patingilan ko alumanay,玛丽盖。好，处长，爱多，hai tanaman sa ASEAN kailan tilitan na miso? Tanaman ako. Hai. Naminukay to kami i niaroi. Avati sento no niam ko tama to marinina ay. Ai. Soal sa mama mi ahuiday kita to ipalmes no tatoasan. Nanay malalis to a cicmet kita to aadopen. Man ko cicmet. Hote. Hote cicmet. Cicmet kita to aadopen. 好。那个另外一种感谢叫米阿胡代号，米阿胡代感谢。米阿赖可以。米阿胡代也是常常听到人家说米阿胡代，米阿胡代，常听人家说米阿胡代。好，谢谢组长，你写好了，写得很完整。其他同学可以做参考哈，你看他的。这篇文章的结论，好，我再念一遍哈。Naminukai tu kami i niaroi，当我们回到部落的时候，apati senuniam ko tama，那个 tama 都要隔一隔哈。tama 都，他们的 tama 是什么？都玛丽娜爱是家属，亲戚朋友啊。玛丽娜爱，索尔萨奇妈妈，老爸就说啦。你阿胡维在kita，我们要感谢都比巴勒莫啊，祝福诺达多阿山我们的祖先
主灵，我们要感谢主灵给我们的祝福。那乃希望马拉提那乃希望马拉提经常doa ci cemet kita doa pen 这样。好，接着还有谁呢？聆听，你写的一半写完成了没？上面跟下面一起念。好，好上半段好。Taluma tu kami iniaro palasaan no niam ku sarikaka tu ni aslupan. 好，下半句。Suar sa cimama o arayan numita ko palamasay tato asan numita. Ta mararir alihay ko ni aslupan. 好的，都可以了。Aray。如果说要加的话，就加后面。Tamaradi adihai kutama numita ami adub， 大概是这样，这都是这样。Tamaradi adihai kutama numita ami adub， 大概是要增加的部分在后面这一句。好，米粒好了吗？米粒班奈。好了。米粒班奈说了。Taluma tu kami iniaro。Palataan no niam kumi adupan tu fiao. Miarai kita tu palumbasay na tu asan. Na tu asan. Ta alihay kumi adupan no mita. 好，可以了。大概要修改就改一些部分了，让它比较顺一点，比较马上了解。Taluma tu kami iniaro， 我们回到部落。Palataan no niam kumi， 可能这个古密比较不适当在这边。古逆吧，你们应该是古逆吧？你打那个么改为逆呢就可以。古逆阿多半，古逆阿多半。Palataan no niam kuni atupan tu fiao 邻居。Ni arai kita tu palemesai tato asan， 用就好了，不是那tu palemesai tato asan， 打那个分开打，然后分开打，adihai 打就是让才能够的意思，打，然后分开打adihai 孤逆。还是要古逆，不是古密古逆阿多半努米大，好，这个那个两个古逆都改为那古密都改为古逆。好，多一起码多，起数先多，还打了念基础数先。